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气乐业》。大家平了的时节，喜欢去哪行了呢？像高本我最好去大自然地方行了咯。伊行人嘅树人嘅地方哇，清凉诶，规个人都轻松好落嚟哟。不过台湾细细嘅岛，因为雨水过多，气候又潮暖，故所我哋吃不的种类过多呢。加上平地都高山，温度嘅变化过大，我哋嘅林相也真丰富哦。像平地有发叶林，高山有针叶林，甚至于讲海笋又有海岸林哦。到底我哋嘅林相地方有哪度嘅种类，哪度嘅树木，地方又变到乜嘅保庇呢？今日我哋特别邀请到专家来到现场，同大家来介绍，顺势加强大家嘅知识咯。我哋家家来分享屏东科技大学森林内嘅陈建忠陈先生。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係來自苗栗嘅陳建忠，目前服務於屏東科技大學。今日同歡喜同我學生來到節目當中。歡迎陳先生，等下就麻煩你來介紹咯。接下來繼續分享我哋森林內同學莊曼儀。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目前讀屏東科技大學2年生嘅莊曼儀。今日同歡喜老我嘅先生共下來到這個節目。歡迎兩位來到現場。老師，曼儀，頭先我有講到，我哋台灣細細度有千多千豐富嘅植物同林相嘛。我哋台灣嘅林相到底有幾多種可以用嚟分啊？其實一般來說，我們對於這個林相，在台灣而言，我們以海拔的高度來做區分。那像在平地裡面，一直到中低海拔就闊葉林，那到中高海拔以上，我們有針葉林、闊葉林的混淆林，那一直到比較高海拔地區，那就是針葉林了。那當然啦，到比較高山的地方，它可能就沒有森林了，它可能就是一些比較少見的這個地被植物、高原的植物了。那當然，在我們南部地區就有亞熱帶的季風林，甚至我們也有熱帶林。那其實，在台灣的林相，在這個一個小島裡面呢，其實它是很豐富的，甚至生物多樣性是很高的，很值得我們去探究。那當然啦，剛剛主持人也提到，其實我們有天然林，那或稱為原始林。當然，我們也有人工林。那當然，這個人工林呢，一直以來都是以提供我們人生存的一個物質，而且這個資源呢是源源不絕的。所以我們認為，如果能夠妥善的經營這個人工林，對於我們的這個自然資源的使用呢，會更有規劃。所以其實一直以來，我們都在這個領域裡面來探究。那當然最主要目的是能夠維護這個大自然的美好。那同時也能夠從這個大自然裡面取得一些資源，提供我們生活所需。老師，談到安尼也有問題哦。頭先唔講嘅經濟林人工嘅嘛，其實呢度人嘅生活能去種嘅，嗰種也有談過講，人政府有鼓勵平地來造林，嘅造林同人嘅經濟林又有乜嘅唔相同嘅地方呢？其實森林的功能，對於這個我們的生活的可以提供的功能有很多的面向，那包含了木材的生產、涵養水源、水土保持、那國土保安等等。那當然現在因為我們比較注重這個森林遊樂遊憩那更進一步的比較新的甚至有森林療癒的這樣子的功效。所以其實在以前政府在獎勵造林20年前大概在獎勵造林這個部分，其實就針對了平地的一些廢耕的林地、農地等等來進行這個獎勵造林。那當然這個現在也到20年了，所以我們也要進行復育或者是更新。那當然啦，在平地的森林跟在這個我們一般看到的在山上的森林，其實它的功效也許有點不一樣。那例如說我們在農地裡面造林的話，其實它就是很單純的，就像我們種水稻一樣。如果它輪發期到了，時間到了，我們就可以來發財來使用。那當然啦，現在在高山甚至在有一些原始林，其實我們都政府沒有規劃要去進行這個收穫。那反倒是有一些本來它就是經濟林的部分，就是人工林的部分，其實應該來進行收穫。那這些資源呢，
除了能够提供我们做木材生产，当然了，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去一些森林游乐区，或者是我们觉得这个心里这个有点肮脏，那我们就可以到森林里面去走走。我想这个森林可以提供的这个价值是很多了。那刚刚讲的经济价值，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生态的服务的价值。它可能可以孕育很多的动植物啊，在里面这个生活啊，那同时也酝酿了整个环境。那当然了，我们也知道，其实很多文明的国家，它在木材资源的使用上面也是很大量的。为什么？因为最主要就是说，生活当中如果有一些木材资源，我们的家具啦，我们的地板啦，我们所使用的器具啦，如果都是木头的，其实跟自然的感觉就比较接近，好过于用一些铁柜啊、铁桌啊等等的。老师，安尼又有问题哦，我请教你哈。我们所在安度，听到我们有讲与国土木相用，有木相的林相嘛。安尼我们东片、西片啊，南部、北部，安尼我们是否在种类有木相用吗？基本上树种是差异不大，但是在台湾我们知道，因为这个地域性的差异还是存在。那特别有一些树种呢，其实在我们像在我们南部有这个台湾穗花杉。那其实这个台湾穗花杉呢，就只有在我们这个屏东的这个台湾穗花杉保护区里面才有。那像这600到1000棵的这个台湾穗花杉呢，在整个台湾岛事实上都不容易去发现。那其实这个就谈到保育的这个项目了。就说其实针对某一些物种的保育，或某一些栖地的保育。那当然，政府我们林务局就已经把它划分起来，说，像这样的物种，针对特别的这个动植物的这个栖地环境，就把它保护起来。那针对特殊物种的保护，那就存在。安尼来讲，我们种一条树的，係用经济价值咧。安尼，头老师讲的，像一种贴配的穗花杉木，一种原始田园咧，去保育佢。安尼我们的林业。森林的林业啊，对以前开始都更加嘅偏化，亲像木相用咧。以前人哋讲可能有啲树会倒下来，烧火啦，嗰种用啊，更加亲像讲都唔好倒树嘅，都係那一些的人系整下嘅呀。其实我们要有这样子的认知，就是针对刚刚我提到的，像有保育的栖地、保育的树种的它的这个栖地环境。其实我们不用特意的去经营或营造它，我们期待它在自然的环境下这样子自然的演替。当然啦，如果是在我们的造林地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人工林的这个范围里面，如果有这个枯死木啊、倒木啊等等的那这个我们其实是应该去把它取出来，那避免这像是有这个病虫害在里面滋生。那同时也不会浪费这个林地的土地，我们可以再补植、再造林。所以当然目的性不一样，那所以我们经营管理的手段就会不一样。就是原本喺天然咧，我们尽量唔可以统计。不过咧，睇人工咧，也係講有經濟價值嘅部分，我們可以去統計做一啲講新陳代謝用嘅，統計整理一下本有嘅森林個健康，安尼想法錯冇？是。安尼乜嘢？唔睇。森林呢地方好嘅呀，我想強調嘅我哋有發芽林同整芽林嘛。發芽林同整芽林地方有冇個貼配嘅樹嘅嘛？基本上，有分真武木、然後闊武木，佢哋嘅用處咩冇相用。像針葉樹地度嘅扁柏啊、紅檜，很常都會被我們拿來當成建築的材料。那闊武木裡面的台灣菊、茶樹、毛柿，我们都会把它拿来做成家具这样子。老师，安尼条到乜嘢介绍嘅真武木同阔武木，今年做乜嘅會分做一個做家具，一個是做我們建築的建材呢？因为木材的材质不同，而且它其实它的大小也不一样。像我们如果去日本旅游，我们看到很多那个在很多神宫啊、神社前面有那个大鸟居。那其实有多数的那个鸟居的那个材料，木材的材料是来自我们台湾的。那为什么？那个就是我们的红檜扁柏，就是我们讲的檜木的这个材料。那当然了，有一些它可能轮发期比较短啊，像台湾菊啊，
啊，像我们一般的樟树啊等等的，那它可能就是胸径没有那么大，所以就可以用一般的我们做桌子、椅子、凳子等等之类的。那其实，在木材资源的使用上，当然我们现在用的很多都是石化的燃料了。那其实木材资源、林业资源，在比较物资匮乏的年代，其实是负担了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提供我们做新炭材所使用。哦，迄眼啲，以前个阿婆见人啊，都会去酿个菜回来烧，怎么？有像个相思树，然后用烟树安尼，都可以做眼火炭来用，怎么？是，就像我的故乡在苗栗，那其实在我们苗栗在三义铜锣那个地方，就种了大片的相思树。那甚至有个地方叫做相思窝。就从这个地名就可以知道说啊，这个地方从以前就开始生产这个相思树的木头。那当然了，对，那当然现在的话，新炭材的部分就使用比较少了，因为燃烧这个拿木头来燃烧比较浪费一点，所以现在我们慢慢的在国产材的利用里面，相思树拿来做这个乌克丽丽、小提琴等等。我想这些木材资源的使用上面，我们主要还是要针对国产材，所以现在目前政府也是大量的推广国产材的使用。那当然啦，木材资源的使用是非常环保的一个材料，所以我们应该积极的鼓励使用自己的木材所生产的木材，这才是环保的这个方式。真是我哋台湾的树诶，真好，唔是用到外国的，怎么？观众朋友，经过老师今日的介绍，我哋让大家讲台湾的树种有很多种，还有青天配的水花杉木，等我哋品种哦。到底森林呢，係做乜嘅呢？我哋休息一下，等一下繼續嚟了解一下哦。上一堂我哋了解講台灣嘅森林有哪條樹誒，還有乜嘅特別嘅地方。不過森林呢，到底係做乜嘅？今日係好乜嘅呢？我哋繼續嚟請教兩位咯。老師，森林呢地方到底係好乜嘅啊？事實上我們在森林的領域裡面呢，主要的專業大概分成幾類。像我們有樹木學，樹木的識別，那有生態學，我們有這個針對經營的部分。那另外當然比較新興的，例如說有野生動物，那像社區林業，等等的。那有一些專業呢是後來才進來的，那像現在我們政府在推動的林下經濟，那這個也是我們的專業之一。所以在課程裡面，我們就規劃了不同的課程，來針對目前我們在林業裡面所需要的來進行教授。談空嚟真豐富呢，有好嘅學術嘅應用嘅，還有嘅實用性嘅實作課程。安尼，萬年，上到境界啊，你對乜嘅課程個有興趣，也係講印象幾深嘅啊？其實我高中嘅時間就係讀森林課。高中就有森林課，安尼嘅分別嚟。係，佢一開始我咪同大家共用，看到乜嘅樹誒，你就唔知佢係乜嘅樹誒，然後全部上來。看起來差唔多。同我共用嘛，一行動都袂有冇，全部長幼幼的啊，也條大條的樹愛啲，也條細條的樹愛啲，就像安嘅，其他東西唔是的。係啊，然後老師就會教我哋人格嘅特徵，像一個上個順序係用嘅，像互生還是對生還是輪生，還有一個係乜嘅色嘅，佢批起來有味道嘛。有乜嘅味道啊？也袂上到那種嘅來分佢係乜嘅樹嘅，甚至於講看樹皮，其他樹皮有木樣樣形嘅，懂冇？你上課迄題教師嘅地步也迄題去攞袂上啊，因為應該實際有看到人哋啊個有影響嘛，懂冇？係啊，平常時咪同家去上課做調查。你談空來，森林咧學生嘅係唔係都會簽位白傘啊？佢當然啊。因為幫唔上，伊都唔是上課，老師都同佢當掉咗。因為上課只愛讀教室地圖上，因為實際嘅做去上課做。去上課做去甘肅，人會底下講，課程特別係好嘛嘅。
安尼老师，你去散档狗的时间用诶上课，因为摕诺贝唔免摕教师的底杯呢。这个我们的森林系的课程当然是跟一般我们其他的专业有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教室就在森林里头。那当然我们每一个寒暑假就规划给学生一个实习的课程。那当然在课程当中呢，我们就要针对这个像是我们去做调查，把每一棵树它的大小，然后树种做调查。所以我今天特别带来这个我们称为轮尺。轮尺，了解迄做嘛可以用的呀。这个事实上呢，你看这个轮尺上面呢，它会有刻度。那如果有一棵树啊，我们把它这样子放进去之后，从这个树的刻度上面就可以看到这棵树的大小。所以这上面刻度里面就是大棵的树大概是50几公分。那我们就记录下来。今年迄尺寸全部都是公分安尼。是，那就可以知道说这棵树的胸径，是55公分。那如果每一个树我们都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量测，就可以知道整个森林到底有多少木材资源。那未来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有多少木材可以生产出来。那这个是比较传统的调查方式，当然现在我们就不用这种调查方式。用哪一种的方式？现在我们有比较高科技的方式，像是一般我们在公园有人看到那个无人机啊，那我们把它用到森林里面来。那甚至我们有用一些雷射的设备、调查的设备，比较智慧化的方式来进行调查。当然，这种传统的调查方式，有些时候还是很可靠、很好用。真是老师问安尼解释我感觉老师你带过来有个轮尺有冇？亲像人家以前人头摆保健室底摆看得到人家迄量个骨突的身高的，你也个带过来去量人家腰围有冇？安尼打过来拄你嘛，你讲人家腰围一度一抬。安尼，你对一个平常迄工具嘛，其他课程底摆你送去散档过，还会做嘛个嘛？我们森林系的课程里面比较有趣的是，在3年级、4年级的寒暑假，我们就把学生呢安排到我们的自己的林场里面。那在林场里面呢，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实习课程。那当然了，其中包含了每一组的学生，每个同学都要在野外过夜。那这个课程一开始，这个学生还以为要去远足郊游，那其实是充满泪水跟汗水的课程。迄没摕个高压无个迄这个搭个帐篷嘛，也还讲这边有房间安尼。事实上呢，我们有房间，但是呢，我们要求学生必须在外过2夜。所以呢，在以前比较特别的是，有些学生他比较活泼，而且比较脑筋比较灵活，因为在外面如果要过，他们的食材要自己准备，所以你也没有冰箱啊，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带着活鸡去了。喊发在个给安尼上安尼带上去。对啊，那到第5天、第6天的时候，就可以煮鸡汤，可以有烤鸡吃啊。安尼今年这个吃给安尼这个来料理哦。是啊，所以我时常开玩笑讲说，其实如果要找对象的话，女生要找森林系的女同学，那男生就要找森林系毕业的男生，因为呢体力又好，做事又认真，那另外就是还会做料理，自己要在野外做菜来吃，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经历。当然啦，我们所有的学生经过这样的磨练之后，他对于自己的生活自理都有一定的这个程度。老师，安尼谈好咧，其实你应该唔係森林咧，应该係講福建料理，你咧做迄種福建料理，用嚟睇腦杯主食咧。不過安尼老師，你是不是課程係台大學3年生、4年生能有的嘛？安尼萬年你還唔前實習過，做冇？還冇。你聽到老師安尼講，我咪想到，哎呦，下一次安尼我自己會強強啊。唔會。我有期待心。因為高中就開始訓練咧。高中自己也有睇腦杯高壓做一種學習的經驗嘛，有。老師，安尼你那個實習課程啊，頭先有講到2日安部係睇腦杯嘛，其他呢，像2日實習都結束的嘛，還有其他的課程睇其他日的呢？這個其實很有趣因為在出發的時候，我們會看到學生
有些大包小包的用背包，甚至有些看起来像是要出国，拉着行李箱，结果一到现场去就发现，哇，他第一次来实习，他不晓得说原来是要走4公里的路到山里头去，所以他就提着行李箱就走这个山路。当然下一次他就不会再这样子做了。那其实，在我们这1个礼拜的课程里面呢，我们安排了不同的这个课程内容。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在学校里面教授的呢，做一个礼拜的综合的课程。那包含了树木的识别啊、解说的教育啊、生态旅游的课程流程啊，甚至我们有一些设计类的课程。那另外像刚刚提到的有森林疗愈的课程，都包含在这里面。那当然最主要的主角还是森林资源调查。那我们会去设样区，那在一个固定的一个区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样区的设置。那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林场里面，它虽然是林场很安全，但是它毕竟是在野外嘛，所以时常还是会有一些突發的狀況。因為譬如講，落太熱嘛，又係講而係遇到嘅寒流，係嘛？是啊，所以很多狀況像這個有些被毒蛇咬傷的啊，還有人本殺過壓到的啊。是啊，然後有些同學甚至這個因為御寒的衣物不足，所以這個就會感到很寒冷嘛，那時候其實就是團隊精神的發揮，那所以我們一組大概有8位同學，那每一組分給2個帳篷，那由這樣子的這個團結的精神呢，來凝聚同學之間的情感，所以通常畢業之後，學生最懷念的就是能不能再去實習一次呢？嗰時候有個實習的課程搶100的。每一個寒暑假都會有。每年泰山、泰西都有嗎？對。嗰時候可能會有200的實習的課程。是。共用的梯房嗎？不一樣。我們屏東科技大學有2個主要的林場，一個是保利林場，一個是達人林場。那當然都是在我們南部，一個是靠近台東的達人鄉。那保利林場就在我們的恆春。那這2個地方其實它的植物相也不盡相同，所以透過這2種的這個場域，實習場域，可以提供學生來進行這個實習。你老師你100調查的範圍一台啊？事實上，我們每一次調查，每一組呢，大概會調查0.05公頃的樣區，大概會有4個。公頃按你0.05公頃。按你算好了個台呢？其實不是很大，因為0.05公頃裡面大概120棵樹左右。但是120棵樹呢，就讓同學可以忙很久了，所以在這個調查的內容裡面，像剛剛我展示的，我們有胸徑的調查，樹高的調查，甚至樹種的辨識。那當然啦，還有包含了一些野生動物的遺跡啊，或者是一些地被植物的這個調查。那所以這樣子完整的調查下來呢，讓同學能夠針對這個森林資源能夠有掌握。那接下來他事實上他如果畢業了，他直接進入到我們林務單位去，或者是到國家公園裡面去，他對於這樣子的調查的這個動植物的調查，他就可以非常的清楚。老師，按你講到你們林場有量的嘛，按你頭有講到你們讀到青島無共樣野生動物，要個林場同你們個野生動物，你們有讀到嗎？個親切配的嗎？是啊，有。我們我記得有一次調查的過程當中，我們要去我們的樣區，那我們全班大概60-70位同學走在這個林道上面，忽然間大家都不說話了，因為呢前面就有一隻穿山甲在路中間，那他很好奇我們，我們也很好奇他。那我們知道穿山甲它的習性就是，他發現這個有其他的這個威脅的時候，他就救風了。對啊，就像一顆球一樣，就縮在那裡，他也不敢動了。那我們所有的同學就圍着他看，那這個就是很特別的經歷。那同時也可以做野生動物的這個課程，就直接授課。那當然啦，在調查過程當中，我們也曾經發現，有一些山羌在我們夜間觀察的時候，我們用手電筒一照。有像寶石一樣的那個反光木柱，幾個木柱就說哇，安尼唐紅的老師，你的課程地位真豐富呢。安尼，你兩個林場地位，哪一個野生動物較多啊？
是以达人林场比较丰富，因为达人林场它事实上在日据时代它就是一个农场的形式存在。那当然呢，在经过时间的演进之后，因为在那个地方，在达人乡其实它的气候条件比较特殊，所以它有很多蝌蚪科的植物在里面。那当然这个蝌蚪科植物它同时也提供了一些食物的来源，所以在里面动植物就相对的比较丰富。哇哦，观众朋友，原来森林内课程唔但将提教师伫边上课诶，还有去诺贝实习。感受到今年实习课程真神奇呢！你看，还可以北山，还可以自家做东西，还可以提诺贝。不过森林内课程还有其他乜嘅神奇呢？我哋休息一下，等一下呢继续有请两位来同我哋分享咯。上一段唐毅老师今日嘅介绍，张底下讲，森林呢除了提教师伫边上课，还会去临床伫边实习呢，我提自家诺贝做事呢。不过除了安尼，临床实习到底还有乜嘅神奇嘅故事呢？先生，你可以同我们讲一下，除了安尼，你还有乜嘅印象过什么故事吗？有，事实上我们在野外实习的时候，这个带队的人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我底下带一个发通，除了带去安东年做去做线上的，应该是有压力嘛？对啊，所以我们其实，在分组的过程当中，在每一组里面，我们会有一个教学的助理。那这个都是由我们的研究生、博士生来担任。那当然啦，这个学生在外有一些小插曲是难免的。我最记得的印象就是。有学生他们在攀爬的过程当中，这个因为上一位同学他踩了一个落石下来，那这个落石下来之后，因为那时候其实装备不是那么齐全，就我们也没有配发这个安全帽，那所以呢，后来这个落石掉下来就砸到一个女同学的这个头，那当然砸了一个伤口之后就开始流血，那同学就很紧张，那所以大家都慌了。那时候天色又暗啊，所以也找不到路出来，就在森林里面。那还好，那时候我们有这个手机的讯号还是会通，那赶快就来跟其他的来跟我们求救。那我就召集了其他各组的这个研究生，再上去把他们带下来。那当然呢，还有另外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野外有很多的动物，其实是我们去骚扰他们，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手一攀附，他可能抓到了这个刺尾青竹丝，一抓之后，哇，就被咬伤了。本这沙公啊都有拖嘅，你很没情景中，你有睇底部怎样的处理呀？当然了，我们就因为在山里头，还是要赶快到这个医疗设施的场所。那但是我们每一个阶段里面，我们会有标准的作业程序，例如说他发生意外之后。那就实习会停止，那赶快把它后送到我们的这个办公室，那再由办公室这边由我再把它领出去，领到我们最近的医疗的医院去进行医治。那事实上每一次的这个山上的实习都难免会有类似这样子的意外。那其实在我们林场里面，它虽然是一个教学的场域，但是它还是一个近天然的一个环境，所以充满了各式的惊奇，但是也充满了各式的挑战。因为讲，也喺一个原始的森林里边，你可以去里边做调查，一定会遇到安尼太细的问题嘛。不过学生同先生，人都有做好准备的，呢批嗰时候人会有平安，安尼结束一个课程，懂冇？安尼老师，你除了睇台湾一个2个临床实习之外，你还有去配位实习吗？是啊，我们在每个老师的专业里面呢，其实我们都会接受政府的委托。那有一些委托研究计划呢，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训练我们的学生。那所以像以我为例，那像我们曾经做过台北市的受保护树，屏东县的受保护树。
那金门县的受保护树。哎呦，到底金门这边有？是啊，我们曾经在今年已经是第4年了，我们针对受保护树的调查，那今年我们甚至要从事一些栖地的营造，那甚至改善一些这个栖地的环境，针对这个受保护树的部分。那当然啦，除了这个在金门之外，我可以提供我们学生这个做实习练习的机会。那其实我们每一年在我的研究室，我会去争取这个政府的补助，让我的研究生、我的学生能够有机会到海外去跟对方的研究室进行交换。那所以在上个月就有4位来自日本北海道洛农大学的学生到我这边来实习。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有学生再派去他那边。那像这样子的交流活动呢，其实对学生的影响就会很大，因为除了在专业领域上之外，那在文化的交流上面，那透过这样的机会，让学生能够扩展他的视野。当然不只有在日本，那像我们有一位这个在苏格兰的这个英国苏格兰的这个教授，我们跟他也有长期合作的关系，已经有近10年了。那他们呢，甚至会把博士研究生的研究场域就放在我们台湾高山。那由我们这边的学生跟他的学生，那两边的老师一起共同针对一个主题进行研究。老师，安尼真神奇呢！能给英国的学生的同日本的学生的来到鸦片嘛？竟然提也停留1久。大概从1个月到半年都有。安尼按长的时间地步呀，能带进来去研究台湾嘛个书的，也研究嘛个主题啊。那事实上就是跟着我们，就像我们台湾的学生一样，我们就把它放在就当学生一样一起来做训练。那所以一样啊，也参加我们的临场实习，也参加我们的这个野外的调查，甚至我们还去这个宜兰进行这个神木园区的这个参观等等。那当然最主要是要透过，因为我们同时也是希望透过这样子两边的交流，能够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让学生能够激起一点这个彼此间的专业的兴趣。那同时也能够透过这样的交流，吸取对方的经验。那我想这个对于这个两国之间的学生的专业，那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台湾，其实学生的视野，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它扩展出来。老师，当然安尼介绍，感觉在海外嘅安尼实习过程也真神奇呢。不过安尼平常时啊，像一般的民众，怎样会去接受过？安尼神人嘅知识，也係講安尼有乜嘅法通可以俾一般的民眾來參加呢？其实我们在台湾有很多森林游乐区，那其实每一个森林游乐区它的特色都不一样，所以像我们在台北的近郊有一个内洞森林游乐区，它可以提供这个大量负离子的。那我们在这个新竹有一个叫观雾森林游乐区，它可以提供这个登山，然后高山的这个森林的体验。那离我们比较近的，我们在南部，我们有双流，我们有垦丁森林游乐区，它可以提供一些热带植物啊的认识啊。那当然在这几个森林游乐区呢，其实每一年每一季都安排不同的这个环境教育的这个特色。那我们也搭配他们举办一些环境教育的活动。那民众如果有兴趣，就可以到现场去，甚至你买一张门票进去之后，我们都有在地的解说，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说，在不同场域间的森林游乐区，它有什么样的特色。那透过这几个活动呢，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个宝岛台湾的森林的特色。安尼除了安尼，老师硬啲講屏東科技大好地方有青島，也享用豐富的生態嘛。安尼能之間森林呢，會唔會喺好高嘅地方攀岩條發通啊？事實上我們在屏東科技大學裡面有舉辦不少活動。那當然了，這些活動有一些是對外開放的。當然我們會放在網絡上面，那給一般民眾來參與。當然多數的活動我們都搭配政府來一起舉辦。那像我們曾經跟崁頂國小啊，
曾经办过这个树木健康检查的这个活动。哦，那透过这样子的环境教育活动，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知道说，哦，原来森林系到底是在忙什么？那有什么样特殊的器材能够用在这个森林的调查？那帮树木做健检。那接下来陆陆续续我们也会举办一些活动。那当然了，透过不同的这个管道，我们就会把这些讯息释放出来。重点是呢，每年还有一类，每年都会办那个发通，系咪主题的森林组，系咪啊？是，那所以我们在森林系，我们屏科大森林系每一年在3月的期间，就会有1整周完整的时间，把我刚刚讲的所有的特色内容，通通在这个我们学校做展示。那当然这个森林周呢，是欢迎所有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能够来到这个森林周，可以自己体验，而且我们可以提供各式的这个工具，让你自己来做操作。那当然也有 DIY 的活动，甚至还有种子的识别，甚至我们有盆栽的赠送。哦，那当然啦，现在这个因为林下经济也很流行，所以我们甚至有森林蜜哦，还有椴木香菇等等。所以这些活动里面，都在森林周当中展示。哇，谈好来真丰富呢，又有好学习，又有好买，同冇？哇，安尼年那个消息全部都係網絡可以尋得到嘛？是啊。哦，哇，觀眾朋友，根本你通係欣賞今日介紹張弟亞講，森林呢都睇做乜嘅，唔單止睇教師地方學習，也會去腦部嚟做實習喎。更重要係，大家假使講對森林用嚟保存、用嚟保育，也係講環境教育有興趣嘅話，歡迎大家繼續來我哋屏東科技大學參加我哋森林嘅活動哦。今日請感謝兩位來到現場分享咁精彩嘅故事，感謝唔等。感謝主持人，感謝各位大家。希望我們大家能夠一起來守護這美麗的寶島。好咯，坐為安久，等一下呢，我哋聽段先生來通一下、運動一下咯。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永煖，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嚟哦。今日我教大家係小處嘅腹部嘅最弱嘅運動，請大家放起來同我做運動嘅哦。我能更加來做一個暖身，請我條拿啲上面看，下邊看。慢呢做數彎片，老楊鉗呢一鉗，兩鉗，第三鉗。好，拿了弯片，一、三、四，更加痛呢。樹用嘅五個杆條喺前面撈，二、三、四，喺後背，我背讓佢打側，喺上面，用下來，伸上去，用下來。樹變下來，用輕鬆嘅扭轉，
將慢慢地坐下來，兩隻手將個後背，腳慢慢地壓放來，兩隻手嘛喺啲上面伸上來，好做停留。唔會感覺個肚子個軟，師傅要坐好哦，重心要移好，慢慢地放下來，兩隻手再放喺後背，再一擺哦。也動作呢可以訓練嘅腹肌同嘅肌耐力。慢慢地放下來，而家同嘅腳好伸上去，做一個箭頭動作，上下。慢慢地下來，喺前面做一個延展，好，接下來係你嘅腳箍起來。像廚師一樣嘅，把眼睛呢豎放來，我繼續跳起，慢慢地抿下來，兩隻腳，放喺個肚子，兩隻手能輪嘅腳，做一個熟悉的動作。慢慢地手打開來，放喺個體內，腳伸上去，做一個交叉。慢慢地下來，再上去，好，休息一下，能動嘅腳。然後再來一擺，兩隻手放喺腦背，臀線上通下做，慢慢地數下來，能輪。好，再來同個跳拿，好，
同嘅到嘅腳趾條，放來同到腳趾條，盡量靠近嘅腳趾條。我來做20下，1、2、3、4、5、6，同先生同下做哦。唔可以人可以休息一下，唔怕，休息一下再出發哈。好，慢慢地手打開來，好像有人喺上面綁，喺下面綁，來延伸延展嘅身體。手盡量伸出腳尖，慢慢的手打出，用腹部的力量放起來。好，吸氣，調氣下氣。吸氣，調氣上來，吸氣，調氣下氣，吸氣，上來，停頓地做，慢慢地做。慢慢地上來，今日的運動好唔好呀？冇，記得了冇？有時間我同人哋同下做運動哦，好好運動，俺們下次再來了。